还疼吗？皇上，圣柱来了。圣柱，朕有1年没看见他了。他满身的酒气，像个醉鬼，很是落魄。传他觐见，朕正想了解西永宁万年及第进展。这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安嫔娘娘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圣柱啊，咱们君臣很久没见面了。西永宁万年及第建造进展如何呀？朕抽不出时间来，本该去看一看。皇上，奴才就是为此事来觐见皇上的。工程停了，没法进行下去了。为什么？节慎库不知不躺，还是陵寝工部衙门采办不力啊？都不是。派到陵寝工地的多名主事、笔帖式京城被军机处召回了接受审查，据说他们收了贿赂。西永宁陵寝乃皇上的万年吉地，少了这些具体办差的官员，奴才唯恐有什么闪失，对不起皇上啊！你是怎么约束他们的？朕看罚你还不够狠，应该把你流放到新疆去。你是不是整日与酒为伴，天天喝得烂醉如泥？属下干什么你根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受贿，受贿！连陵寝工地的主事、笔帖式京城都受贿，难怪王杰极力要求整饬吏治。那些领命戡乱的将军、督府，怎么会贿赂到你的工地上？扯出都是以前的事儿，这些官员原来在工部当差时收过地方官吏的贿赂，正巧这些地方官吏被关押在京城受审，他们招供说，以前为了办事方便，曾给这些主事、笔帖式甚至京城好处啊。办事方便？皇上好像自天上掉下来的。大胆！皇上，各部办差的主事、笔帖式京城收了好处之后才办差，这已形成了一种风气。就连皇上的万年吉地，陵寝工部衙门领取石料木材，要给经办的主事、笔帖式好处才会放行。从工部节神库支领部堂，也要给主事、笔帖式回扣啊。回扣？就是拿出其中一定数额的银两，回到这些主事、笔帖式的腰包。就像朝廷上下说的那样，不在官而在管，说的就是这些主事、笔帖式京城官品不大，可他们各自揽着一摊的差事，手中有权呐。皇上，奴才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你算算，他们提了多少回扣？这些没有笔录，奴才估算，这3年下来，大概有50万两吧。闻所未闻，勒索到朕的头上。传代徐亨。皇上，师傅，下午皇上突然把弟子传去，根据圣柱提供的名单，得抓不少人呐。都抓了什么人？工部屯田清理司抓了3个笔帖式，6个京城；陵寝工部衙门抓了1个员外郎，2个主事，2个笔帖式；节神库的郎中、司库、京城库使全都被抓了。节神库瘫痪了，就剩了1个员外郎。也是啊，西永宁的西陵，乃当今皇上的万年吉地。这样的陵寝工程，他们也敢伸手啊？
各部的这些郎中、主事、笔帖式，办差收受回扣，多年来已成痼疾。皇上若要追究下去，不只是工部啊，吏部、刑部、礼部、户部、兵部，哪一个不是一样啊？所以弟子认为，要这么追究下去，就不是一个湖广没有官吏了，各部衙门的办差人手都会相继告急的。回主子，都准备好了，他们都在外边等着您呢。都准备好了。那走吧。这。主子，寇儿来了。寇儿给安平娘娘请安。本耍礼数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我？啊，皇贵妃去启春园，说是去赏玩，其实不是。启春园，成王爷的寓所就在启春园的西边。听小言子嘀咕，好像是满洲镶黄旗的一些什么人。哦，皇贵妃是满洲镶黄旗。难道皇贵妃想私下召见外臣不成？主子应该告诉皇上。立志图败，令皇上焦虑，就不要用这些事儿烦扰皇上了。安嫔娘娘，我们主子好像在与成王爷谋划什么，奴婢与红玉感觉会对安嫔娘娘不利。不知道皇贵妃她是去还是不去？王爷，皇贵妃的凤鱼已经到了启春园，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？满洲镶黄旗里有头有脸的都来了吗？差不多都到了。这个女人，终于让皇上给逼急了，我就等着看她走这步呢。皇贵妃亲自找满洲镶黄旗的王公贵胄们为自己扶旅忙活，她可不信咱们能帮她忙活。这倒好，我们还省事儿了呢。那是。哎，他们这会儿跟皇上该说的都说完了吧？啊，成，我们走吧。走，今儿皇上得忙活一天呢。走。现在外面都传，说是乐宝有冤屈，杀死奎伦的事，不是乐宝的主意，而是广兴所为。王中堂，是这样吗？在乐宝的案子上，王爷说的没错。可是，在他身上还有其他的问题。滚一边去！
鬼抓虎假传圣旨，抓了一个满洲正黄旗副都统、四川总督，你们连屁也不放一个。君子以赦过右罪，谓之有德。皇上有意迁就广兴千罪，却要苛罚满洲镶黄旗的废末乐宝，难免让镶红旗的人产生想法。而且正黄旗的王公贵胄们恐怕也有说辞。按照11哥的说法，朕应该赦免乐宝，敕令他军前效力。皇上圣明，这样既安抚了镶红旗的那些有情绪的人，又让正黄旗的王公贵胄们要求严惩广兴的呼声减弱了。这就是圣贤们赞誉的幼士得政。微臣以为，如果乐宝获罪，广兴也不能放过。不过今天微臣率众觐见皇上，不是为这件事儿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皇后的事儿？什么？皇后的事儿？你说吧。这是册封皇后的事儿。皇上是不是想册封苏完尼瓜尔为皇后？荒唐！瞎说什么呀？后宫主内制，太上皇早有敕谕。皇上治人治孝，若不是南方贼寇祸乱数省，皇上早就遵皇考设旨举行册立皇后大典了。太上皇示谕中的中宫主内制是皇贵妃钮钴禄，可是有人说安嫔已经在使用皇后的金质大宝了。哎，咱说一事儿，你们弄错了吧？啊？你可多搞人听见。你们确定安嫔有一枚皇后用的金质大宝，而不是嫔妃用印？都传到宫外了，所以大臣们有些猜测，太上皇3年守制已过，皇上不将皇贵妃正中宫，却默认安嫔伪制使用皇后的金质大宝，这难免有些说辞。德林，奴才在。陪他们去长春宫旅随殿，找出他们说的皇后用的金质大宝。皇上，外臣入后宫不妥。是啊，皇上，外臣不能入后宫。去。这。安嫔娘娘，给安嫔娘娘请安。给安嫔娘娘请安。平身。德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安嫔娘娘，对不住了，皇上让德林公公领我们来。都瞪大眼睛了，找吧！告诉你们啊，要是没有，你们自己向皇上解释。他们找什么呀？找鬼！找着了，安嫔娘娘。怎么会有这个？启禀皇上，微臣们在安嫔的首饰盒子里发现这枚皇后用的金质大宝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奴才有罪。这枚皇后用的金质大宝是奴才擅自找礼部驻运局雕刻的，安嫔娘娘并不知情，奴才擅自放在娘娘的首饰盒子里，
还没来得及告诉娘娘。大胆奴才！来人，这拖出去，40大棒。这。你们俩轻着点啊，别不是自己的屁股不当回事啊。主子，喝点茶吧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主子，德林公公向皇上承认，是他自作主张找礼部驻印局雕刻的。什么？是德林公公干的？德林，怎么这么说呀？主子，莫非是寇儿提醒？寇儿提醒我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想出他们怎么陷害我。原来用出这一手。德林承认下来了。还真有这奴才的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这出周瑜打黄盖，主子愿打，奴才愿挨，美了你了，小燕子。这下你跟德林扯平了吧？40大板可比上回你挨的打要重多了。4个御前侍卫，冲着德林的屁股抡大棒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德林是皇上身边的公公，御前侍卫不过做做样子吧，哪里懂这个的？多嘴！你就不能让小燕子高兴高兴？啊？臣妾叩见皇上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私自雕刻皇后用的金质大宝，怎么到的臣妾首饰盒里？臣妾真的不知道。朕知道你受委屈，起来吧。可是朕呢，没时间弄清楚这件事。德林，要不要找御医敷点药啊？行了，人家没动真格的，瞧你杀猪似的叫。哟，装给安平看啊！这叫怎么话说的呀？那几个忒孙子了，不是自己屁股就不当回事儿，结果一失手还真打了奴才几家伙。还有，这40大板，那一开始就没数，打了半天了。御前大臣一问打多少下啊，都摇头说不知道。这结果又从头打，奴才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板子。人家够给你面子的了，换一个奴才试试，这会儿还能走路？皇上，这40板子就不应该打在奴才屁股上，应该打在小燕子屁股上。小兰子，怎么回事？快说说。没有，奴婢什么也不知道。成亲王这么卖力为你，你花了不少银子吧？啊，保密。哎呀，皇上原以为成亲王4处活动是要我的脑袋，感情是为你开脱罪责呀。皇上脚前不仅爬着鬼抓虎，脖子后头还有4个王爷。疯狗被关起来了，王爷还是王爷。哎，乐宝，你很不了解当今圣上。我了解王爷就够了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成亲王的真实心思。哦，
是吗？你以为他在为你开脱罪责吗？他们在刺激皇上，逼着皇上动杀机。老兄，落下人头的不只是我。你白在广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啊，连这点都看不清楚。成亲王送你上法场，陪着我见阎王，你还在花银子，还在感激人家，可怜呐，真可怜。皇上，喝碗八宝粥吧。夜深了，这些奏折留待明日再批阅，不行吗？明日有明日的。去把何师太传来。啊，现在呀？夜很深了，皇上。是啊，皇上，现在到大牢提人太晚了。皇上忘了，何师太也被拘押在大牢里。皇贵妃找安嫔娘娘的茬儿，不就是为这个吗？唉，拘押的人太多，朕都记不清是谁在值守，谁被关起来了。唉。皇上，我来。好久没有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。朕睡着了。皇上睡了一会儿。那怎么不叫醒朕呢？朕的事情还没做完呢，没看到吗？臣接错了。皇上，安嫔娘娘就这样待了半宿。湖广的情况最为惨烈，湘匪的两个头目齐王氏和姚知府曾一度被官兵分化，可如今又在湖广两地汇聚。朱中堂一直就不赞成这样整治吏治，逆贼这么一反扑，他又要有话说了。本部堂担心的是，皇上能……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着。难道说整治吏治会影响戡乱？
皇上，戴群烘候在殿外。哎，一会儿就早朝了，戴大人赶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，臣以为是因为他们之间缺少磨合。朕明白，你和朱时君呢，从刚开始就反对王杰整饬吏治的建议。皇上，朱中堂不是反对整饬吏治，而是担心下手过猛，反而会殃及地方稳定，让贼寇乘虚而入。现在看来，他的担忧还是不幸被言中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朕再想想。这。皇上。朕必须做出一个选择。师父，师父，您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最近各支贼寇都猖獗起来，湘匪之首姚之父齐王氏再次合股向官兵反扑。经略大臣鄂勒登堡800里加急，急言湖广川陕危机，请求皇上另换经略大臣。这个时候，鄂勒登堡想撂挑子，谁让他自己也吃了败仗啊？最惨的就是德楞泰，在马蹄冈中了冉天元的埋伏，鏖战了3个昼夜未得突围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皇上怎么说？皇上很震惊，暂时还没有表态。列位臣工想必已经知道，最近贼寇疯狂反扑，8旗劲旅累战挫败，各地绿营也损失惨重。经略大臣引咎请辞，建议朕另拣有福大臣以充经略。你们都说说，你们都怎么看？皇上，微臣以为，俄勒登堡向来不讳败，也不攘功。俄勒登堡负有责任。朱中堂的意思是？皇上，微臣建议把景安、明亮这些拘押京城的将领放下去，皇上加恩敕令他们军前效力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人与下面的参领总兵们已经有了长时间的磨合。朱中堂，如此一来，皇上下定决心整治吏治，就因为你这么一个建议而功亏一篑。皇上，这绝对不成啊！疆场胜负啊，乃事之常。以往军营遇有挫折，往往逆不以闻。俄勒登堡能据实入告，朕方枕念不暇。俄勒登堡的确是一个可信赖的经略人选。这个时候，不可轻言换经略大臣。俄勒登堡就是朕的福将，经略大臣还由俄勒登堡担任。皇上现在是左右为难呐，所以回避谈论明亮、景安这些人。快了，我了解皇上。不过我们与王中堂他们恐怕难免一场冲突啊。如果皇上对明亮、景安这些人加恩，并且让他们到军中立功赎罪的话，这场冲突恐怕是避免不了了。
皇上，您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喝碗粥吧。朕喝不下。皇上，是不是该做出选择了？王杰、朱时军这些大臣都在等皇上的表态了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如果王中堂能改变态度，说服皇上也就有希望。他态度比皇上更强硬。哎，咱们要是让一步呢？也许王中堂能够接受。让一步，走，到王中堂府。朱中堂以为，若皇上加恩这些人，他们回到军中就能立功赎罪了。兄弟看未必。王中堂，这可是两方面都顾全到了，既能顾全到上下稳定，又能对整治吏治有益呀。可是有漏网之鱼呀！啊，再说加恩以谁，又惩处谁呀？老爷，德林公公来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哟，朱中堂也在呢。行了，不用多跑了，皇上传二位中堂觐见呢。朕思虑再三，肃清各省逆贼乃当务之急。但是并不是说整治吏治就不进行了，只要这些人交代清楚问题，有悔过之心，朕决定加恩，放他们回军中效力，立功赎罪。皇上，微臣并非一概不究，但是像景安、明亮这些带兵有经验者，关乎地方稳定者，可以加恩。朕意已决，你们两个回去尽快审问完这些人，放他们军前效力。这。戡乱方略重在剿堵抚3个方面。那些逆贼呀，本属边盟，宜招抚以散其众，但是必能剿而后可抚，必能堵而后可剿，缺一不可。哎呀！折腾吧你！现在心里踏实了吧？景安、明亮这些人已经得到皇上的宽恕，就剩下你了。难道你不在这里？皇上讨厌的不是我，明白吗？我在这里待着，是等着瞧好戏。你等着吧。哈哈哈哈！我和你可不一样。遇贼迎接夹击，以堵为剿，事半功倍。此则啊，各省相同，都记住，这是朕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。如果有人不珍惜，可别怪朕无情。罪臣遵旨。皇上做出这么大的让步，都是朱中堂一再提建议呀。戡乱一旦产功，我欲你联名禀奏皇上，整治地方官吏，如何，王中堂？到那时就晚了，恐怕吏治改官，兄弟是看不到了。王中堂未免太悲观了吧？当今圣上，老不死的最好别在这儿。
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朱中堂啊！朱中堂卑职能躲过这一劫，全仰仗中堂大人的慈悲呀！是啊，朱中堂，你是卑职的救命恩人，再造父母啊！中堂大人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要谢，去养心殿向皇上谢恩吧。我们已经向皇上谢过恩典了，是特来谢朱中堂的，中堂大恩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走，都给我出去！快走啊！方中堂，我师父在吗？正在接受景安明亮的谢恩呢。你师父现在是个大恩人，难怪外面传说我师父是朝廷里贪官最大的保护伞呢。王中堂，我又联络了30多个翰林，拟了简书，我要先让师父听听翰林们的声音。王中堂候在殿外，传他进来。老王爷对朕加恩宽恕，景安明亮他们耿耿于怀，心里有怨呢。就让他对朕唠叨唠叨吧。皇上，可王爷，您还是去看看吧。微臣请皇上慎重加恩，否则这次整治吏治将功亏一篑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恳请皇上发献皇帝之严明，早日使我大清吏治肃，民生乐。王杰、松云听旨，将乐宝、广兴、湖南布政使郑元寿打入死牢。微臣遵旨。广兴、乐宝、郑元寿接旨。皇上有旨，广兴、乐宝、郑元寿打入死牢。哎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皇上已经下诏杀鬼抓狐了，并命令王杰把鬼抓狐、乐宝、郑元寿全都打入死牢了。好。正像11弟所预料的，皇上为了杀乐宝，舍得让广兴作陪了。有酒吗？庆贺一番。小伙子在，吩咐下去，准备酒菜。哥，好，请走。师兄不愧为满洲俊才啊！这招果然逼得皇上把鬼抓狐给杀了。来，我敬师兄一杯。来，我说，终于出了这口恶气，我敬11弟一杯。来，尽管松云还春风得意，但杀了鬼抓狐一个，心里也不那么堵了。我也敬11叔，来，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。来，干！现在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，就是联系其他王公大臣，一起营救乐宝。哎，我说咱们恨不得乐宝跟这鬼抓狐一块死呢，你怎么还营救他呀？乐宝的死活我并不关心，但是我们越庇护乐宝，皇上就越急于杀他们，这还是逼他，明白吗？那有点意思。哎，来，接着喝，来。皇上，您真的要杀广兴？若要杀乐宝，就得杀广兴。奎伦是被他们2个人害死的，朕得给大臣、给将士们有个说法。不过朕现在觉得，皇上担心什么？朕觉得上了老11的圈套。皇上，预料的真准。程王爷他们听说乐宝、广兴、郑元寿被打入天牢，
高兴的饮酒庆贺，根本没有要救乐宝的一命的意思。朕做了个愚蠢的决定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他们3个人刚刚被打入死牢，要么秋后出战。皇上，奴才有个主意。依奴才看，杀不杀乐宝不重要，关键是广兴的脑袋应该搬家。4个王爷闹别扭，不就是瞅着广兴不顺眼吗？皇上要是依了4个王爷，杀了广兴，广兴一死，依奴才看，4个王爷真就能养鸟、写字、炼丹、唱戏。朕要你出主意了吗？朕要是被他们牵着鼻子杀了广兴，那朕成什么了？德林，你怎么就那么讨厌广兴啊？也想要他的脑袋？娘娘，您有所不知，鬼抓狐他背着娘娘，他反正他没人缘，他就该死。其实广兴也是为了皇上才得罪很多人的，王中堂也得罪很多人呀。王中堂一身正气，鬼抓狐能跟他比吗？行了。主子真不该替广兴说话，他该死。哎，你怎么也想让广兴死啊？反正广兴不是什么好人。你知道点什么，是吗？是，不知道，奴婢什么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想让人家死？